674第14课。汪波捐监啦若让，帮助有缺陷的人。捐桑起阿去米起通米图，滚桑的叔叔眼睛看不见。空龙蛙喜影，他是一位盲人。我阿去喇叭内松地隆起且机远，我会握着叔叔的手，引导他走路。虽然给阿家怕出着突基梅，所难的姐姐无法来去自如。莫让小窝喜蕊，他是一位身障者。莫让克罗瓦拉丁内狼狗蕊，他必须依靠拐杖才能站立。莫让虽南唐念土着翁且突基远，他可以和所南一起来往行走。屯主给边琼为给恰血米图，敦珠的弟弟无法言语。屯主给中波阿古巴西人，敦珠的弟弟是一位英雅人士。空气屯主唐念土这么这起远。他常和敦珠一起玩游戏。拼错几扎口米图，拼错无法听见声音。空文巴喜影，他是一位听障人士。空气拉达拉丁内。他能依靠手语。米显大起给恰口突基远，听懂别人的话语。我最望捐监啦通穷且米图，我们不能轻视有缺陷的人。我最念穷啦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弱小的人。我最姐妹滚妹啦若让切狗人，我们应当帮助无依无靠的人。解决其窘迁，替换练习。空米凯瑞喜影，他是一位什么人？空龙蛙喜影，他是一位盲人。空小窝喜影，他是一位身障者。空阿古巴喜影，他是一位英雅人士。空文巴喜影，他是一位听障人士。空念阿巴喜影，他是一位诗人。空九玛耶喜影，他是一位魔术师。空日巴间喜影，
他是一位有智慧的人。空西渊间喜影，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。空气凯瑞伊凯瑞切米托普，他什么无法做什么。空气米气通米托普，他眼睛无法看见。空气刚被着翁切米托普，他脚无法来去自如。空气卡伊给恰血米托普，他嘴巴无法说话。空气暗丘气扎口米托普，他耳朵无法听见声音。空气素糖黏土开瑞切基远，他常和谁一起做什么？空气中波糖黏土这么这基远，他常和弟弟一起玩游戏。空气囊米糖黏土卡拉萨基远，他常和家人一起用餐。空气录作糖黏土让中切基远，他常和同学一起自习。空气雷若糖黏土雷嘎切基远，他常和同事一起工作。空气陪巴糖黏土陪给行起远，他常和藏人一起讲藏语。空气茶巴臭糖黏土看蹲切基远，他常和僧众一起客诵。硬脆米卡瑞拉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什么人。硬脆汪捐间啦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有缺陷的人。硬脆张沟啦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乞讨的人。硬脆掌握了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敌人。硬脆论波啦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愚笨的人。硬脆长妞米日啦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少数民族。硬脆给看黏冲啦通冲切米托普，我们不能轻视弱小的国家。硬脆开始啦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什么？硬脆黏冲啦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弱小。硬脆收洽冲木啦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小动物。硬脆西口拉拉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地球。硬脆让中看了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自然界。硬脆米日吉拉加拉松宫切鬼，我们必须保护民族的尊严。
硬脆怎拎起西地拉松宫切轨。我们必须保护世界的和平。硬脆拍给张马拉松宫切轨。我们必须保护纯净的母语。硬脆确定信堪拉松宫切轨。我们必须保护佛国净土。硬脆确堂日凶拉松宫切轨。我们必须保护教法和典籍。硬脆落具堂日内拉松宫切轨。我们必须保护历史和文化。硬脆米卡这拉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什么人？硬脆减妹滚妹拉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无依无靠的人。硬脆帕妈没被他出了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无父无母的孤儿。硬脆念他米基尔拉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流亡的难民。硬脆七八汪对啦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迟缓的孩童。硬脆健康基尔杜啦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独居的老人。硬脆内插千碰烟啦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重病的患者。硬脆马南卡堂念北先见他见啦若让切狗贼。我们应当帮助一切等虚空的如母有情。七十生词。汪波根门器官。捐缺点缺陷。兼具有。如扔帮助援助。军桑滚桑。阿库叔叔伯伯。mik 眼睛。通看到看见。mitup 不能无法。龙花盲人。Sikh 一位。Lakpa 手。怂瓦紧把。持握。拢气茄导盲。虽nam 所难。阿贾克姐姐。帕苏鲁卓来来去去。小窝生长者。卡拉瓦拐杖。凯瑞拉丁内依止依靠。狼起立。
鬼狗蕊，必须应当。素堂念土，和谁一起？着翁茄，来往行走。屯竹，蹲珠。冰冲，中波，弟弟。接洽穴，说话。额古巴，英雅人士。这么这，玩游戏。拼错，拼错。杂，声音。口，听见，听懂。尾巴，听障人士。了哒，手语。明显 duck， 别人，其他人。通冲茄，轻视，小看。念冲，弱小。松芎茄，保护。兼妹滚妹，无依无靠。